之後就應該橫日。如果係咁啊，入剩2隻嘅啫噃。咁啊，大本嘅精確。同埋幸運銀幣啊！好啦，精確先。好啦，精確。好啦，亦都搞掂。好啦，最後就係幸運銀幣啊！2026年嘅傑克莫華大賽，10匹參戰馬已經入齊閘㗎啦。等埋工作人員散開，準備。好啦，閘門打開啦，咁啊所有馬都順利出閘啊，咁啊較為快少少，幸運銀幣較為快啲啦。一觸芳花都唔慢嘅，咁啊中檔黃色衫嘅神山宙斯啦，咁啊跟住湯美接龍啊，大白鼻梁嗰啲暗迪都擺喺前邊啦。馬群中間亦都係大本嘅精確啦，咁啊跟住亦都雷載響啊橫日啊，咁啊包尾嗰匹啦就係呢個夢幻飛航嚟嘅。好啦，跑咗大約300-400米路程啊，咁啊前面暗迪啊，咁啊喺中檔放頭啊，首爾第一神山宙斯黃色衫啊拍住佢啦，跟住湯美接龍第3位咧，雷載可以收去第4位，咁啊大本精確守於第5位，咁啊最大個欄呢邊呢，就啲幸運銀幣同一觸芳花，咁啊包尾嗰3隻有五事無憂啦，咁啊夢幻飛航同埋橫日嚟嘅，咁啊頭馬佢嚟尾嘛，咁啊保持住6個馬咗啦，好啦跑咗接近一半嘅途程咗啦，咁啊前面暗迪中檔拍住神山宙斯放頭啦，第3位嗰隻就湯美接龍，咁啊最外欄呢邊都有幸運銀幣同埋一觸芳花啦，再後少少都係咧精確嘅跟住神山宙斯，咁啊走緊最內欄嗰筆就係雷載響嚟㗎，包尾嗰3隻就五事無憂啦，夢幻飛航同埋橫日嚟嘅，好啦仲有500零米到終點啦，帶頭依然都係馬群都跑到中間呢個暗迪啦，拍住啦神山宙斯開始騎緊就係呢個精確啦，咁啊最外欄就係呢個一觸芳花同埋幸運銀幣，跟住雷載響啦，最內欄上緊仲有呢個橫日嘅，鬥到最後300米實啦，前面暗迪啊鬥緊呢個神山宙斯，但係呢個時候精確幾個節目中間上嚟啊，跟住亦都橫日啦，咪最後少咗五事無憂，搖緊威上嚟，仲有雷載響嘅，鬥到最後200米實啦，前面精確鬥緊神山宙斯，神山宙斯呢部好勁啊，內欄亦都有橫日啦，跟住五事無憂接近終點啦，橫日鬥緊神山宙斯，橫日呢件彩衣都係旺啊，橫日贏啊，神山宙斯第2，精確第3、第4名嘅五事無憂啊！哦，8米高贏啊，橫日啊贏出今屆傑克莫華大賽啊，的確旺啲喎呢件彩衣啊！咁啊，郭威法又捧杯啊，跑翻1600都係好啲啊！呢隻馬影翻郭威法咁多次，終於到佢係啦，神山宙斯第2，精確就第3，五事無憂啊！冷門啊！啊莫雅係咪跌咗邊呢？似乎係有騎師跌咗邊係啦，係好緊要，好早跌添啊，仲要係有啲燒鬚啊！不過衝落去咁上下啫，精確都係啊！燒鬚係咪冇風啊？有冇睇之前嗰啲騎師揀咩跑線嘅咧？好啦，法國呢邊嘅大賽呢件彩衣都係旺啊！橫日贏出咗今年嘅傑克莫華大賽，我哋睇重播。好啦，閘門打開啦，咁啊所有馬都順利出閘啊，咁啊較為快少少，幸運銀幣較為快啲啦，一觸芳花都唔慢嘅，咁啊中檔黃色衫嘅神山宙斯啦，咁啊跟住湯美接龍啊，大白鼻梁嗰啲暗迪都擺喺前邊啦，馬群中間亦都係大本嘅精確啦，咁啊跟住亦都雷載響啊橫日啊，咁啊包尾嗰匹啦就係呢個夢幻飛航嚟嘅，好啦跑咗大約300-400米路程啊，咁啊前面暗迪啊，咁啊喺中檔放頭啊，首爾第一神山宙斯黃色衫啊拍住佢啦，跟住湯美接龍第3位咧，雷載可以收去第4位，咁啊大精確守於第5位，咁啊最大個欄呢邊呢，就啲幸運銀幣同一觸芳花，咁啊包尾嗰3隻有五事無憂啦，咁啊夢幻飛航同埋橫日嚟嘅，咁啊頭馬佢嚟尾嘛，咁啊保持住6個馬咗啦，好啦跑咗接近一半嘅途程咗啦，咁啊前面暗迪中檔拍住神山宙斯放頭啦，第3位嗰隻就湯美接龍，咁啊最外欄呢邊都有幸運銀幣同埋一觸芳花啦，再後少少都係咧精確嘅跟住神山宙斯，咁啊走緊最內欄嗰筆就係雷載響嚟㗎，包尾嗰3隻就五事無憂啦，夢幻飛航同埋橫日嚟嘅，好啦仲有500零米到終點啦，帶頭依然都係馬群都跑到中間呢個暗迪啦，拍住啦神山宙斯開始騎緊就係呢個精確啦，咁啊最外欄就係呢個一觸芳花同埋幸運銀幣，跟住雷載響啦，最內欄上緊仲有呢個橫日嘅，鬥到最後300米實啦，前面暗迪啊鬥緊呢個神山宙斯，但係呢個時候精確幾個節目中間上嚟啊，跟住亦都橫日啦，咪最後少咗五事無憂，搖緊威上嚟，仲有雷載響嘅，鬥到最後200米實啦，前面精確鬥緊神山宙斯，神山宙斯呢部好勁啊，內欄亦都有橫日啦，跟住五事無憂接近終點啦，橫日鬥緊神山宙斯，橫日呢件彩衣都係旺啊，橫日贏啊，神山宙斯第2，精確第3、第4名嘅五事無憂。睇翻莫雅有劍嘅喎在手啊！不過精確都跑晒㗎啦，都係咁上下。8米高過10檔咧，令佢早段可以用一個即係我睇下你點跑先嘅策略，
然之後佢捉一捉就入到直路，佢就揀最遠離看台去衝最後階段。走位上佢屬於唔使特別揾位啊，無遮無擋，佢屬於跑啱晒嘅，所以呢個戰隊就交咗俾佢，橫日亦都證明啦，即係上次1400即係短啦嚇，唔係好啱佢啊上嚟1400 1600咁，反觀暗敵啊，真係1600唔到啦。不過神山宙斯都以盡所能㗎啦，你好見得 fit，今季都好你 fit。見到阿李奇峰啊跑咗幾百米都唔對路，睄睄跑到中央嗰堆，唉喳喳立走翻埋去。反而雷再響就失望啲。係啊，即係維持同速啫啊！咁啊，正路啊應該爆翻一段啦，俾你睇下。今日爆唔到，咁暫時神山宙斯就係做翻佢之前啦，一跟級前走啦賽一級賽入到3甲，未贏到，即係可能呢一場就冇咗啲強手啊，提升咗一格係啦，咁樣。升一格。不過可能精確啊，即係咪即係可能體力方面又用多咗少少啦，又唔知係咪跌邊啦，同埋可能真係對住啲連長紅馬會唔會真係考驗咪大一啲㗎？因為頭先睇莫亞應該係都仲有邊嘅，但係有騎師係跌咗啦，係有騎師跌咗邊嘅，好明顯嘅嗰度。係有條邊飛咗出嚟。咁但係我諗佢都見都即係追唔到咧，就叫即係順勢而為啦。好，我哋今日嘅主題賽事 S1 第4場傑克莫華大賽嘅預計派彩都有啦，連贏位1搭8派281個半。二重彩8號1號順序424蚊。三重彩8號1號10號順序派1584蚊。單 T 1號8號10號派204蚊。位置 Q 1搭8派84蚊，8搭10派37個半，1搭10派43個半。四連環1號6號8號10號派1122蚊。四重彩8號1號10號6號順序派23,214蚊。好啦，咁啊，法國大賽都係繼續呢件彩衣。之後嘅一級賽戰場就稍稍遠離翻法國啲啦。係啊，其實法國都仲有嘅，不過我哋冇轉播啦。係啦。巴米高原來都第一次贏嘅啫喎，傑克莫華大賽。哦，佢都係第一次啫，原來。啊，咁啊，嗰位法亦都係喎。因為呢啲係嘅，亞加汗啲馬通常係跑長啲嘅，跑到2000啊咁樣。呢一里咧就都間中有啲好馬。即係而家威嗰啲就德靈星啊、格倫島嗰啲都係長啲啦，里半。我都覺得佢都呢件衫都幾全面添。係而家連短途都搞掂埋啦，文化名蹟都得啦。係啦，幾全面添。你甚至乎里約區嗰啲，其實都喺英國嗰度啲短途都敲緊門㗎啦。嗰隻幸運銀幣都跑得好曳，反而一束芳花都仲有幾步添。唔係好夠跑呢對日本馬。本身能力已經唔係突出，仲要去咗嗰邊包尾2隻返嚟。不過日本國內真係冇乜，即係遠觀天象退咗之後，啲一里冇乜聲味咁樣。頓成混戰。
一里兼短途。係咯，短途一里好似暫時都未有啲接到班啊。唔係，其實你啱啱講得啱嘅，斯利。如果地神力跑呢一場，我都會諗下得啊。都咪咯。但係地神力就安田紀念就受制個披繩啊，後追不及。因為地神力其實都係啲一級賽證明入邊係好多嗰啲馬。起碼一級賽就係經常係喺度先啦啲馬。地遠觀天上就安田同一里冠軍就第一，我哋都兩個第二。係地神力。咁啊，都係主場啊！依家阿加漢陣營嘅掌舵人啊，就 Sara 公主啊。啊！呢件彩衣真係啊，真係旺啊！好啦，又捧杯啊！呢場就黑莫華大賽，左手交右手啦，都係阿加漢牧場贊助嘅。但係就近年阿加漢就出翻啲即係成績好啲嘅紅馬啦，因為之前啊多數出啲馬女就比較多啲。啊！呢對騎練真係犀利啊，郭威發巴米高。之前巴米高即係辭任咗藍營嘅主帥，大家都會擔心會唔會流失。哇！原來唔係，係啦，依家係更上一層樓喺國內。因為我哋啱啱都講話阿加漢而家都好全面，反而藍營就真係李冠嗰度就真係。因為余李俊修又退役啦。係啦，你大長途都好似冇乜馬。冇咗劍傲之戀都好似係啦，冇咗隻黃牌喺度咁啊！但係劍傲之戀其實如果喺英法呢一級賽又唔係好夠。佢遠征過嚟亞洲就好強啦，去美國都係。似少少嘅一級賽啦。冇錯。其實反而我哋仲話係佢係要避古華嗰啲一線嗰啲，佢都要避。佢要避嘅，其實佢都要避。咁啊2000啦，有隻監察官嘅。咁啊，稍後監察官啊，國際錦標啦，我哋一樣都會睇到。但係藍營你就會期望佢應該要多啲呢啲咁犀利嘅馬嘅。藍營近年嗰個都係反反覆覆咁嘅啫，出啲好馬，即係冇10零20年前，好似喺蘇萊嗰陣時咁具霸氣嗰陣時，如果你拍住戴圖理嗰陣時，好似隻都好容易就出到隻馬王。撳住你嚟打咁啊！嗰陣時啊，又杜拜千禧啊，間中又多羅美，跟住啊奇異光芒咁好容易出到咁啊，每年都一隻咁，但係而家都係間唔中啊3幾年有一隻比較好啲咁啊。香港都見到啊，當時係啊，都過嚟香港跑都有啊。因為而家藍營就好似就真係短優於長咁咯，即係一里路線就比較多啲啦。咁啊，睇翻呢一度啦。嗱，已經有好大堆咧，係走緊跑道中央噶啦。望下李奇峰啦，睄到都唔對路啊，即刻走翻埋去同阿紀仁安。咁但係唯獨兩匹日本代表，我諗一束芳花都收到個好明確嘅指示，就係你跟喺幸運銀幣後邊。但幸運銀幣都好早都收慢咗啦。嗱，如果上一場有份跑，你就一早唔應該揀看台㗎啦。有份睇都唔應該揀看台啦。呢啲你當兩場馬嚟咧，即係嗰邊係其實跑緊日本馬咁樣，你應該咁睇。但一束芳花贏銀幣。咁啊，睇下入邊嗰堆邊個騎師跌咗邊先，係好明顯嘅跌咗一條邊出嚟。冇錯。有條邊瀡咗喺神山宙斯嗰啲馬腳嗰頭度嘅。好似就係神山宙斯喎，李奇峰應該齋立啫喎。其實如果有邊喺手，就未必輸得俾你喎。依家好係喎，爭好遠嘅喎。要揾手打咯。好 S1 嘅第4場啊，傑克莫華大賽復榜完畢，派彩作實㗎啦。跑第一名係8號馬嘅橫日獨贏派63蚊，位置派17蚊。跑第二名係1號馬神山宙斯，位置派19蚊。第3名係10號馬嘅精確，位置派14蚊。跑第4名係6號嘅五市無憂。
4連環1號、6號、8號、10號派1122蚊。四重彩8號、1號、10號、6號順序派23,214蚊。孖寶啊，第3場8號過落嚟，第4場8號派239個半，第3場8號過落嚟，第4場1號派53個半。第一頭孖 T 亦都有派彩啦 ，S1 第3場嘅8號、11號、14號，第4場1號、8號、10號，中正派8,384蚊。賽事完成時間，傑克莫華大賽1分35秒半啊！頭馬贏2馬，馬頸位2馬贏3馬半個馬位。